其他消息，咱来关心咱台湾电敢有够？这个问题唔那表示真挂虑，企业要投资进前，嘛拢先斟酌想一下。行政院伫昨昏就承认讲，北部咱的电力确实是无够的，规个北部、湘北、基隆也有桃园电力要开发较困难。 台电董事长詹文生之前讲，桃园以外地区目前未过核准供电户5兆瓦以上的资料中心，呼吁高科技产业到支持电源开发的管区发展。引发桃园市长张善政批评讲，台电讲话甲政府长期讲的无欠地是天差地。北部确实是它整个用电量远超过供电量，我们很希望县市政府经济都能够发展，但是。 不能，你只要经济发展，但是电力建设你都不要啊。台电表示，设定5兆瓦做乐观标准，会当避免影响民生用电，也确保 AI 产业顺利发展。参像新加坡、韩国、欧盟也拢采取类似的措施，不是因为欠电，是为着有效管理高耗能产业对电网的影响。行政院15岁明讲，以全国的角度来看，供电是够的，不过也坦白讲，北部的电力确实无够。 因为湘北、基隆、桃园规个北部的电力开发较困难，以2023年做例，北部供电甲需求相差大约200亿度。没有错，北部确实现在的电力是不足。2023年北部的用电量是930亿度，好，那发电量只有750亿度，供需之间的差距差不多有200亿度，这么多哈。那同一年呢，我们要透过南电北送。 或者是中电北送，但世凯指出，以区域的角度来看，确实爱更加积极开发北部的电源，若无用电会长期无够。即马是采取南电北送、中电北送来应对，并且加强协和电厂转型等计划，也呼吁地方配合中央电力开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